今集我哋會講退休同埋旅居，我同 Ada 咧就會分別咁選出自己最理想嘅退休地方啦。咁然後咧，我哋係會每個地方講講當地嘅消費物價啦，例如係租金啦或者係使費嘅。而最重要咧，我哋就會講翻每一個地方嘅退休同埋旅居嘅簽證。請大家 stay tuned。Hello， 歡迎嚟到離開自由係康。Hello， 大家好，我係 Ada。係啊，咁咧就承接翻我哋之前有一套片啊，講阿老師湯告老師，咁佢咧就賣咗倫敦層豪宅靚樓啦，跟住咧就撤軍咧就呢個叫做回流翻美國住啦，唔住英國啦。講開呢個離開英國啦，咁其實咧就講翻起我咧，我哋都住咗喺度10年8年啦，差唔多移居咗英國。咁咧就係即係講到退休，點解咧我哋會係之前有嗰集尾嗰時提議話，有啲咩地方其實可以更加好咁即係覺得話喺英國住咗，咗，你係睇住佢嗰個治安、經濟、物價，即係各樣都向住一啲唔好嘅方向去咁樣咧。我好記得好多年前我哋開始拍片嗰陣時候咧，我好中意嘅，好興奮係啊！咁嗰陣時又我哋拍個片嗰陣時又夏天啦，梗係開心。係啦，同埋嗰陣時啲物價係真係正嘅，出賣餸嗰啲生菜都話你10幾20年都未加過價，30幾 P 39 P 個生菜，而家係90 P 個生菜，係幾多3倍啊？係啊，2-3倍嘅價錢。跟住就最恐怖係入油啦，係油價睇住佢未過百到而家100幾，係雙位數到而家咁樣，係好誇張咯。跟住經濟又差，治安又係相對係唔係咁好，同埋你住得耐之後咧，我會覺得嗰啲天氣咧真係越嚟越覺得好難頂啊 depress 啊，跟住又隨之而嚟就係我哋自己年紀又大啦，年紀大嘅時候咧又真係諗住，係咪真係喺度咁樣就過埋我呢一世咧咁樣？有冇可能去一啲其他地方咧咁樣？因為而家又睇片有好多興起，叫有退去第二個地方退休啊，好多唔同嘅國家有啲退休嘅簽證係俾退休人士去啊，同埋有一個新興嘅方式叫旅居啊，即係旅遊定居咁樣嘅方式去 explore 個世界，咁所有嘅嘢都係你要計劃好先可以做呢樣嘢咯。咁隨住我哋嘅年紀大啦，咁我哋都着手要想去做呢一樣嘢，係咪？冇錯啦，咁啊要衝破呢個框框就係其實退休咧唔需要喺單一個地方度咧，或者你本身嘅故鄉嗰度就留喺度嘅，咁其實喺呢個世界好大嘅。咁今集咧就會咧，我哋都會選擇咗幾個我哋喜歡嘅地方啦，咁啊講下點解啦，咁係啦，咁啊同埋咧到最後嗰個階段咧就會講翻最實際嘅嘢啦。你可以點樣喺嗰度定居，或者可以點喺嗰度旅居咧，就會講翻一啲簽證嘅問題嘅。就講根據我哋自己個人嘅喜好去分享揀嘅嗰幾個地方咁啫。咁其實講到要去退休或者去旅居，你有幾個方面而一定要考慮嘅，咁就係其實考慮嘅方面，我同你都有啲 priority 有啲唔同。咁我覺得係 overall 咧要考慮嘅嘢，無非就係語言啦、飲食啊、天氣啊、物價、治安啊、醫療都係呢幾個嘅啫嘛。咁我哋就係就呢幾個，咁你會點樣排咧？如果你去揀一個地方，即係作為你嘅退休嘅地方，或者你想去唔係永久居留啦，即係當一個係你係會長期居住或者係半年1年到嘅時間，你會點樣考慮呢嗰個因素？你點樣排名？咁我首先就係因為我係我就講第一樣嘢就係天氣，因為我係好受天氣影響，我係一個陽光之子，見到陽光就會好開心。應該冇咩人唔中意啩？唔係㗎，有啲人係中意雨天人。哦，咁你講嘅係我有個同學係以前我記得讀大學嗰陣時個同學好中意落雨，佢落雨係衝出去淋雨，好開心㗎。係啊，我就係真係好受影響，陰陰沉沉啦，即係所以英國嗰種嘅冬天春天係好 blue，我係 blue 到真係會好想聽 jazz 啊，咁應該好開心，好想拉二胡啊，好 sad 咁。係啊，咁有陽光咧就唔同嘅，完全係呢個咩夏日 fever 唔知咩咁樣好開心嘅。咁你有冇一啲長年都係有陽光嘅地方？好多當然有啦，咁就當然就唔係英國啦，所以今集就係講呢啲地方咯。咁咪講翻先啦，天氣啦，跟住咧你排天氣係，跟住我會係成個嘅生活個節奏嗰個形式咯，因為我都係比較 hea hea 地咁樣嗰種 lifestyle 咯，即係超級 hea。
係啦，即係未到退休壯年時期已經係進入一個退休冇嗰種。佢應該係由嬰兒階段開始起。冇錯係啦，由一出世就已經係我的夢想就係退休。煩係啦，咁啊你咧，你會揀咩？我都知道㗎啦，呼之欲出啦。咩啊？就梗係飲食啦，要餵食人係咪？嗱，我如果俾我排第一嘅咧，一定係嗰個飲食咯。我要食得慣，因為因為好中意食嘢，我唔係中意食嘢，我係要食嘢，即係我踏唔出個 comfort zone 嘅。呢個食嘢對於no compromise， 冇得妥協。已經妥協咗㗎啦。好似今次嗱嚟而家喺布達佩斯，之前喺捷克咁樣。因為如果我有睇開我啲片，熟嘅朋友咧都會知道，我通常去旅行咧係會帶電飯煲嘅。帶米啊、榨菜啊，我係嗰啲人嚟嘅。但係今次咧，我係真係純粹全程，我係訂酒店，我係乜嘢都冇準備，我就順利，我就係要食佢嘅嘢。但係我 OK 喎，我都堅持到3日喎。係啊，同埋捷克菜佢都有讚啦，跟住匈牙利咁樣都 OK 啊，匈牙利都 OK 嘅。係啊，咁係咪我堅持到3日咯？跟住第3日我就開始就我要食啲飯啊咁樣。係啊，係啦，就係咁。所以飲食，如果俾我揀退休，一定係個飲食對於我嚟講，我係 compromise 唔到，對唔住係。所以我可能係飲食。第二個可能係我會天氣都係嘅。飲食、天氣、物價、語言好似好勁咁，唔使揀物價第一我嗬。咁呢個物價我諗 suppose 應該係理所當然要考慮嘅嘢嚟㗎。講呢個對物價啲嘢就會比較豐儉由人咯，因為你去街邊食又得，你去大餐高級餐廳又得，你買餸又得，即係呢個物價豐儉由人，所以又未必係每個人嘅標準都唔一樣嘛。係啊，當然由現時英國嗰個物價標準就真係唔係好適宜呢個退休。所以我從來冇諗過英國要退休㗎，又可能會有人會鬧，走啦你翻鄉下啦，又點。咁我當初嚟英國，我選擇我想嚟工作啫嘛。我想嚟工作，但係我就喺度係有安居樂業，有買樓喺度做嘢。其實我係冇諗過要退休，到我真係退休或者到我老嘅時候咧，我係會選擇去翻鄉下。係好多人講翻，我會嘅，一定會，但係唔會鄉下亦都唔係我一個長期我要去居住嘅地方。我即係而家我未就真係到退休啦，我未係最後定唔到我自己個答案。但係其實係會我嘅諗法係會分幾個階段嘅，即係有手有腳識喐嘅時候咧，就當然去啲真係好想、好 prefer、好中意嘅地方。跟住可能你個人一度個慢慢開始慢啦，你受唔起嗰啲咁刺激、咁開心、咁有活力，你可能想去一啲再慢活啲，跟住可能再收到去個活動力更低嘅時候，就真係要揀一啲就醫療好平又好好嘅地方。就到個時一定係翻嚟英國㗎啦，你交咁多稅，你唔翻嚟英國養老嗰個做到你最後尾，即係你生活都不能自理嘅時候，係會選擇翻嚟英國嘅，一定會喺呢度。咁你喺呢度你交咗咁多稅，係啦，做咗咁多年交咁多稅，又唔係好多稅咁你做咁多年都係有交稅㗎嘛，咁翻嚟呢度度過。咁而家就翻返去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大家揀一啲我哋覺得好想去做一個退休或者旅居嘅地方啊。咁你會想去嘅地方係咩咧？係啦，咁咧其實我哋喺之前對稿嘅時候咧，都發現咗我哋分咗兩大陣營。我同佢嘅選擇係好唔同，因為我就係比較崇洋媚外一啲西西地咁咧，所以我會係比較，我哋真係好中意歐洲。西人去係啊，即係比較，我真係好中意歐洲。歐洲得嚟咧，我就係會中意嗰啲陽光與海灘咧。西班牙啦，係啦，咁亦都意大利啦，冇錯，即係配合翻呢個嘅年紀增長咧，會有地中海出現咧，所以我比較中意翻地中海。直布羅陀啦，去過好中意㗎，OK。係，但係直布羅陀貴。好啦，咁我講翻個選擇啦，冇錯就係頭先嗰個啦，雙牙啦，係啦，西班牙、葡萄牙啦。你想去啊？係啊，咁亦都當然會包埋意大利嘅。咁西班牙、葡萄牙就比較似可以 group 埋一嚿講啦，因為首先天氣一流，兩度都係應該西班牙、葡萄牙大部分嘅地方咧都係超過300日嘅好天嘅時候，係啦，咁就係一流啦，同埋佢熱得嚟，佢係地中海嗰啲咧係乾熱咯，爽嘅熱咯，就唔會話真係濕，
潮濕熱嗰隻我又真係頂唔順，因為我又好衰，又怕凍又怕熱咁，所以嗰啲嘅天氣係好 perfect。咁啊，當然嗰啲地方，西班牙葡萄牙咧嗰個嘅生活成本咧係相比英國啦，因為所有嘅嘢都可以有比較啦。相比英國咧，其實係低一截嘅。咁如果你去到好市中心嗰啲嘅apartment，你租都係around 1000歐啦一個月啦，係啊。咁如果比英國嘅好市中心嗰啲又低一截啦。咁同埋佢飲食1000歐都唔平，唔平嘅，係啊。咁但係講緊係市中心咯。如果你可以 rural 啲遠離少少市中心咧，就當然又再平一截。咁啊環境又再好啲嘅。咁你可以近海邊。可能係揸10零20分鐘車就可以去到海邊，咁啊非常正。咁同埋飲食咧我都 OK 嘅，其實西班牙葡萄牙咁啊葡國雞啊，係咪即係佢係地中海飲食多海鮮，係啊。咁啊可以成日都食到啲英國你就即係海鮮嘅叫沙漠啦。有海鮮㗎？有啊，但係佢唔鮮㗎嘛，佢係。佢一個島，你話佢唔游水？係啊，佢一個島，但係嗰啲漁民一撈晒啲嘢咧，就冰咗佢，唔知做乜。西班牙葡萄牙唔係咁咩？因為全歐洲都係咁。唔係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嗰啲都係好活下㗎。係咩？係啊，個飲食文化唔同。英國係好嗰啲叫做 ready meal 嗰啲咧，佢唔係好重嗰種食品 quality。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啊嗰啲咧都係好。咁點解你唔留喺香港？仲生猛海鮮？香港係啊，但係好貴咯，同埋生活節奏又含含咯，係啊，我就偏向我 lay back 啲中意歐洲，其實即係中意鄉下，即係歐洲鄉下咯，係咪？歐洲鄉下係啊，即係上嗰次去呢個西西里島，真係有啲唔想再翻嚟英國，想就喺嗰度留低咁樣。係啊，西西里都係我好中意嘅。係啊，咁所以嗰3個地方係可以撈埋一齊㗎講嘅。咁佢哋嗰度例如你幾萬歐咧就可以買咗間嗰啲 townhouse 喺嗰啲 village 嗰度咧。好，咁講咗咁多嘢，咁如果你真係要去嗰度，咁嗰啲地方有冇一個退休嘅簽證，或者你點樣用咩身份過去你可以退休？你冇理由過去住2個月翻嚟，然之後住唔係咁樣噶嘛？你一個長期嘅簽證你有冇？好啦，以下落嚟咧就同大家分別咁講一講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佢哋嘅生活成本啦，同埋最重要嘅就係佢哋嘅旅居簽證啦，同埋退休簽證嘅。首先咧就以西班牙嘅一線城市馬德里為例啦，咁一個市中心嘅一房公寓咧，每月租金咧就係大概11,825港紙嘅，而馬德里外圍嘅一房公寓單位咧就每月咧係7000蚊港紙到嘅，咁日常使費咧就係每月6400港紙到嘅。如果嫌馬德里太貴咧，就可以睇下西班牙西岸小鎮啦，就叫做阿里坎特，咁佢市中心咧嘅一房公寓咧每月租金係7200嘅，咁另外外圍嘅公寓咧每月租金咧係6300，而每月嘅使費咧就係5600蚊港紙嘅。好啦，而家就講講西班牙嘅退休簽證叫做非工作居留 NLV 嘅，佢嘅被動收入要求咧就係28,800歐羅，亦即係261800港紙每人每年嘅，而每多一個人咧就會加多65,400港元一年嘅。而申請人亦都需要有相關嘅醫療保險嘅。第二種咧就叫做 Nomad Visa 遊牧 Visa 啦，咁就需要有西班牙以外嘅公司證明啦，相關嘅醫療保險啦。而每月嘅入息要求咧就係26,000港紙到嘅，亦都係等同於咧當地嘅2倍最低工資嘅。可以先申請1年，然後續簽到5年嘅。跟住就講講葡萄牙啦，首都里斯本嘅市中心一房公寓租金係12,000港紙，而外圍咧就係9200到啦，日常使費係5700嘅。而細啲嘅城市波圖市中心嘅租金咧就係9900港紙，而外圍咧就係7500嘅，而日常使費咧就係5400港紙嘅。而葡萄牙嘅簽證門檻咧係比西班牙低嘅，咁佢嘅退休簽證 D7 咧就需要有銀行嘅存款，大概係94000港紙啦，而每月嘅被動收入咧就係8300港紙到嘅，咁啊需要有長期居住嘅證明啦，例如係一啲嘅租約啦，獲簽1年之後咧就可以續簽3年啦，然後居住滿5年咧就可以申請永居同埋入籍噶啦。咁至於旅居簽證咧就係 D8 啦，咁佢咧就需要咧葡萄牙嘅銀行存款咧大概係10萬蚊港紙，亦都需要有葡萄牙以外嘅公司受僱證明啦，主動收入每月嘅月薪咧就係大概33,000港紙到嘅。跟住去到意大利啦，喺米蘭嘅市中心租一間一房公寓嘅每月租金咧就係13,000蚊港紙到啦，而外圍咧就係9300，日常使費咧就係8300到嘅。跟住去到細啲嘅城市，例如西西里嘅巴勒莫咧，佢嘅市中心租金咧就係5900，而外圍咧就係4000蚊到嘅，日常使費咧就係6200港紙嘅。
跟住又睇睇意大利嘅簽證啦，佢嘅退休簽證 ERV 咧就需要你每年嘅被動收入咧係28萬港紙到嘅，亦都需要提供1年或以上嘅長期居住證明，例如係租約等等啦，再加埋相關嘅醫療保險啦，每年保額咧就至少需要3萬歐嘅，咁5年後咧就可以申請永居，10年後咧就可以入籍噶啦。而呢個旅居簽證咧，需要擁有大學學歷啦，或者係相關嘅5年工作經驗嘅，咁主動收入咧就係3萬歐，咁就可以係自僱或者受僱㗎。係啦，咁啊到你講你選擇嘅嘢啦。俾我選擇咧，我頭先講我第一個係飲食啦。咁如果俾我真係長期居住咧喺歐洲，我係唔得嘅。又唔係唔得嘅，我英國都住咗咁耐啦。即係講緊我唔做嘢，去享受生活嘅時候咧，歐洲我係享受唔到。我覺得我個人，我係唔識享受歐洲嗰種嘅飲食文化。係啊，我今次堅持到3日，我覺得我自己好叻。但係嗰種生活嘅感覺咧，其實歐洲生活感覺係 OK 嘅。好似係話真係去里西伯沿岸嘅，你嗰時我哋舊年去西西里啊，係好正㗎喎。嗰個生活狀態其實我係好中意㗎喎。但係個飲食真係唔得咯。如果我長期喺嗰度咧，我應該係唔會捱得過1個月。所以我冇辦法嘅。咁所以我咧首選可能會係一啲東南亞，係啦，即係翻鄉下咯。我會鄉下隔離啊，可能會係可能我諗馬來西亞咯。如果俾我揀嘅話咧，首先佢個飲食好接近啦，好多華人啦，係好多，跟住你嗰個語言又通啦，語言通，飲食 OK。不過咧有一樣就我唔會揀夏天嘅時候，真係太熱。但係佢哋基本上全年都係。我諗冬天冇咁，我未試過冬天去喎。通常我係試過係夏天。冬天係點？其實我又真係唔知喎。佢冇乜冬天嘅長年都咁。係啊，咁樣嘅咩？冇換季冇冬。咁我揀相對冇咁熱嘅時候啩。係。有冇相對冇咁熱咧？唔係，其實最恐怖就係佢雨季咧，係好變態嘅咯。係啊，你會見到明明好曬，但係唔知點解你入到嚟有幾條友係全身濕晒，佢係突然間有啲雷陣雨咧，係變天。咁佢涼啲嘅地方咧，可能住高少少啦，近雲頂高原嗰啲高山涼啲啦。係啊。咁可能咁我就唔考慮啦，我改變主意。雖然 Ada 話改變主意啦，但係都講講咧馬來西亞嘅使費嘅。吉隆坡1房公寓嘅租金咧大概係5100港紙，而外圍咧係3000蚊嘅。日常使費咧大概係4800每個月度啦。而細啲嘅城市，例如係檳城，每月嘅租金咧大概係4100港紙啦，而外圍咧就係1900蚊港紙嘅。日常使費大概係3000蚊到嘅。好啦，跟住講講馬來西亞嘅簽證啦。第一種咧就係數位遊牧者通行證。咁就需要你從事咧數碼領域嘅工作嘅，例如 IT 啊、軟件開發啊、數位行銷啊、數據科學等等啦。咁佢會批出咧3至12個月嘅多次往返簽證嘅。咁年收入咧至少需要有24000美金啦，又或者係18500英鎊嘅。咁首次批出咧就係1年啦，可以續簽多1年，即係上限咧就係2年嘅。而第二款咧就係大家好熟悉嘅咧，就係 MM2H 啦，即係馬來西亞嘅第2家園簽證啊。咁就分咗3個級別嘅。第一個級別咧就係銀級啦，就係5年嘅簽證咧，就需要你有咧定期存款15萬美金，同埋買60萬 ringgit 嘅一個嘅房產嘅。咁即係大概係120萬港紙到啦。而金級咧就係15年嘅簽證，咁就需要你咧有50萬嘅美金定期存款啦，同埋100萬 ringgit 嘅房產嘅。咁第3級咧就係白金級啦，就係20年嘅簽證，就需要你有100萬美金啦，同埋200萬 ringgit， 即係400萬港紙嘅房產嘅。而有一種咧就係經濟特區級別咧，就係簽證年期係10年嘅，不過只限於呢個嘅柔佛州，即係森林城市啦。需要嘅定期存款金額咧就係32000美金到65000美金嘅。咁需要買嘅房產咧就係50萬 ringgit 嘅。嗱，泰國又點咧？嗱，我據我所知咧，泰國咧如果去嗰度，佢有個退休簽證喎，真係佢係咧有年紀要求嘅。好似係唔知要到，我又未到啦，嗰個年紀50定50幾，一般都係50啦。咁我又未到年紀啦，所以我係冇辦法嘅。但係咧，佢有一個叫做買 membership 嘅一個 scheme 嘅喎，有唔同嘅級數，黑卡、金卡、鑽石卡，唔知白金卡咁樣，唔同嘅價錢可以買一個居留 membership 咧。我聽呢個好得意喎，可以買10年、5年、20年咁樣嘅，即係。就全部明碼實價，佢歡迎你去咁樣嗰啲咯。因為我識有個哥哥咧，佢係退休㗎啦，跟住佢好似用咗10幾萬啊，10幾萬人民幣啊，佢而家就喺清邁住咯，佢真係退休㗎咯。係啊，咁泰國講翻天氣啦，咁就當然你泰國南部啊、曼谷嗰啲都係同馬來西亞差唔多㗎，都係好鬼熱嘅。但係你頭先講嘅清邁泰北咧，
咁就會係涼快好多啦，就唔會有嗰種好酷熱、好潮濕、好辛苦嘅感覺咯。咁泰國係都 OK 嘅，起碼佢個消費即係佢物價會冇咁高啦，同埋佢飲食就算你出去會唔會食唔慣我諗？係點樣有米飯啊？應該唔會食唔慣，最真係食唔慣，你都會買到你想食嘅一啲ingredient，你可以自己整啊嘛，好方便。同埋應該主要城市都會有唐人街嘅地方，係即係都 OK， 同埋係個物價又低，所以你可以我係可以應該可以喺嗰度長期居住咯。咁就講講泰國嘅消費啦。喺曼谷市中心租一間一房單位，每月咧大概係5300港紙啦，外圍咧就係2600蚊到嘅。咁日常使費咧就係5500嘅。咁頭先講到嘅清邁啦，市中心一房公寓咧就係大概3600港紙啦，而外圍咧就係2100港紙到嘅，而每月使費咧就係4500蚊港紙。跟住就講講泰國嘅簽證啦。第一種 DTV 就係專為數碼牧民而設嘅簽證嚟嘅，佢一個5年期嘅多次往返簽證嚟嘅。財力證明咧就係需要有50萬泰銖啦，即係大概係12萬2港紙咁嘅。咁啊需要有一個嘅工作證明，就係一個非泰國公司嘅工作證明啦。而每一次最多咧係180日嘅，需要你跳出去跳翻入嚟咧，又可以續簽多180日嘅。而第二種咧就係退休簽證啦，係適用於50歲或以上嘅人士啦，就希望喺泰國退休唔係工作嘅。咁停留期限咧就係為期1年，但係咧就可以喺泰國境內無限續簽，亦都需要你喺泰國嘅銀行存款有80萬嘅泰銖，大概係19萬7港紙嘅。而你亦都需要有一個65000泰銖，即係16000蚊港紙每月嘅被動收入嘅。跟住就講講 Privilege Thailand 泰國專榮卡啦，佢係一個會籍制嘅 visa 嚟嘅。咁佢就分咗5個級別啦，分別係銅啦、金啦、白金啦、鑽石啦，同埋 reserve 應該就係黑卡啦。咁佢其實係一個咧用現金買 visa 嘅玩法嚟嘅。咁最低咧就係15000英鎊咧買5年啦，去到最高嘅咧就係118,000英鎊可以買到20年噶。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定格睇睇細節啦。咁仲有個新興嘅越南，你會唔會諗下咧？越南咧我有睇過嘅，咁係人都知我好中意食越南粉啦，我超中意啊！我哋喺之後我哋都揾粉食啦。我係好中意，但係我了解過越南咧，其實係冇退休簽證嘅呢一個任何嘅兼冇嘅，所以你好難喺嗰度係去長期居住呢一樣嘢咯。有考慮，但係唔實際咯。對於我嚟講，佢冇咯，就係你要攞一啲探測團聚簽，又或者係投資嘅簽證嗰啲，又你唔係退休咁就唔實際咯。所以越南係想去，但係可能係會唔係退休，可能係叫旅居。如果我自己個經濟嗰個允許嘅時候，如果我真係可以提早退休嘅話，可能應該係我一個叫做旅居嘅一個目的地，但唔係我退休嘅一個 final destination 佢唔會咁樣咯。係，我有一個咧係綜合 overall 所有嘅嘢咧，我係有一個地方係好想去。如果經濟允許，如果你允許咧，其實我聽日就可以去雲南。你有冇諗過？都有睇過下啲片㗎。雲南首先天氣正啦，涼爽。你嘢食一定係啱㗎啦。嘢食因為好中意食湯粉、湯米粉，好多。然之後語言唔使講，係其實講到啦。跟住天氣咧，其實因為好細個嗰時讀書嗰陣時咧，就講昆明四季如春就係咁樣嘅天氣，話好好。但我未去過嚇，我當然未去過啫。睇好多片，我覺得好，同埋嗰個咧生活指數啊，嗰個物價係好低㗎。你去租一間房 Airbnb 即係民宿咁樣咧，1000蚊千零蚊人民幣，你大概係200磅，200-300磅去租到一個月，係好靚㗎咯，係有個院子咁樣㗎咯，即係好靚咁樣咯。跟住你係同埋好中意，因為好中意行街市，好中意行嗰啲好有煙火氣嘅叫賣啊，好多啲攤檔啊咁樣咯。跟住就可以去街市買好多地道嘅嘢，好中意咁。因為去一個地方，我都好中意行嗰啲街市，睇下人哋去歐洲又好，你翻到去任何嘅地方，我哋中意呢一種。咁佢就係一個極有呢個煙火氣嘅地方，同埋我睇過嗰啲都好慢活啊，嗰啲生活節奏好 laid back 啊，好 hea 啊，飲下佢嗰啲好靚嘅 coffee shop 咯，我見到。佢屬雲南隔離就係泰北嚟㗎啦嘛，咁佢啲天氣又係類似，因為又係咁樣咯。咁你去泰國你
去唔到，咁咪雲南我唔使簽證，係，想語言住幾耐就住幾耐。住飲食、天氣so far 我係諗唔到有任何一個地方會比呢個地方更好啊！而家喺我嘅腦海入邊，所以我退休可能佢係會我嘅喺我個 list 入邊最 top 嗰個咯。既然係呢笪最 top 嘅選擇，都要睇睇佢嘅使費嘅。咁喺雲南昆明嘅市中心一房公寓咧嘅租金咧就係每月嘅1800蚊港紙啦，而外圍嘅每月租金咧就係1300蚊港紙到啦。咁而使費咧就係4200蚊港紙到啦。好啦，咁啊頭先綜合完我哋所講嘅每一個地方嗰啲嘅消費物價，同埋咧最重要嘅就係嗰個簽證係點啦。咁我相信大家咧心目中都會有一啲嘅盤算啦咁樣。咁我諗呢個都係我哋一個自己初步嘅計劃我哋自己嘅將來會係點啫？好搞笑講呢度，人到中年先計劃將來。唔係啊，你永遠都有將來㗎啦，我人哋死都有事將來，係我會有將來嘅。同埋將來一定要計劃嘅，呢啲嘢退休係真係好難搞嘅嘢嚟㗎。即係啲人成日都講啦，如果你唔知儲到啲錢儲到幾多，你又唔知你幾時離開喎。咁如果你遇得問水，跟住發覺原來好長命喎，跟住你唔知點。好難預，所以係要提早去準備，好計劃咁樣去準備同埋計劃，你係講得啱。冇錯啦。咁我相信咧，電視機旁邊唔係通常係電話旁邊嘅觀眾咧，咁樣都會大家去諗翻頭先聽完咁多嘢，可能有啲話有冇搞錯啊，或者有啲哇好正啊咁。如果你有啲咩意見，或者你心目中有一啲咩嘅退休嘅計劃或者退休嘅地方，係啊，就可以更好嘅 plan 咧，亦都歡迎同我哋分享，開闊我哋嘅眼界，等我哋都學多啲嘢。咁又係咯，等到我哋嘅 plan 咧要更加細緻啲，咁我哋就可以再早啲實現我哋自己嘅計劃。咁咧，所以去到最尾咧，都祝大家咧可以咧早日退休安享晚年。早日退休安享晚年。其實呢個都係人生嘅終極嘅一個好大嘅目標。都係嘅，好啦。好，係啊，講得好，冇錯，多謝。咁我今集就講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咧，就繼續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多啲朋友睇啦。下集見，拜拜。